历史和平加这海洋大学也个中山大学研究团队公布台湾头一个调查塑胶原粒污染的报告，发现讲这高雄林园工业区以北有4大海坪，拢有一个塑胶原粒的污染。这物件呢，拢真有可能会进入到生物的身躯内面，所以政府就要重视。5、6、7、8、9颗、10颗这样子，就是整个沙滩随便走几步就是。历史和平的环保志工，伫咧高雄林园的中门海坪采样海沙，经过粗汰滴入去缸仔内底，到实验室用细目的器材，把塑胶粒仔汰出来。经过清点，中门海坪采样2摆的结果，分别是每公斤沙有86.23粒，加96.63粒。研究团队想袂到的是，这塑胶粒仔是制作塑胶产品的初级工业原料。其实跟当地的这个产业结构就会有比较大的关系了，因为这些原粒它的来源可能就是来自于制造的工厂，也应该要去做到更多的研究调查，然后也包含了对这些塑胶生产的这些相关的事业体，应该要做到更多的盘查，去掌握现在塑胶原粒在台湾的污染的情形。这份台湾头一个塑胶原粒的调查，发现林园工业区以北，包括中门在内，计共4座海坪，拢有无共程度的塑胶原粒污染。呼吁政府就要重视生产塑胶的源头、原料落实的管制，重视塑胶原粒造成的生态问题，因为塑胶原粒有可能尾啊，嘛会互咱人食落去腹肚内。经过风吹雨打、太阳晒的风化过程，它可能就从大的颗粒变成小的颗粒，更小的颗粒。那这些小的颗粒就容易被生物所摄食，就容易进到生物体里面。海保署我们这边会跟其他的部会一起在向海之境海岸清洁维护计划分工合作，积极来面对解决海洋废弃物的问题。历史和平嘛表示，国际有真侪塑胶原粒外泄去到自然环境的案例，主要出现伫咧石化工业区的排水管或者是海沙堡附近。台湾除了检索，对生产源头的管制嘛应该要更加严格。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